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台湾时间25日早上登场，奖落谁家成为影迷关注焦点。英国签赌网站更是整理出奥斯卡赌盘赔率，最佳影片是《罗马》和《幸福绿皮书》的对决，影帝则是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雷米·马利克和克里斯汀·贝尔的《为富不仁》互相厮杀。电影《幸福绿皮书》吃一口，我不想沾到油，人家好怕油腻腻。描述黑人音乐家和白人司机之间难能可贵的友情，让《幸福绿皮书》入围奥斯卡5个奖项。其中最被看好能夺下最佳影片，因为英国签赌网站整理出奥斯卡赌盘赔率，《幸福绿皮书》赔率是4赔11。电影《罗马》，晚安，克利欧。晚安，索菲。同样也入围最佳影片的《罗马》，是导演艾方索·科朗还原童年和家中帮佣的日常。赌盘赔率7赔4，来势汹汹。不过，《幸福绿皮书》其中一位编剧不久前被挖出2015年歧视穆斯林言论，会不会影响到拿奖气势成为风险？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红。佛莱迪最被看好的奥斯卡影帝饰演皇后合唱团主唱的雷米·马利克，已经获得金球奖影帝的肯定。4赔1的赔率甩开维系增胖的克里斯汀·贝尔。电影《为富不仁》，要是我们呢，能有不一样的安排，一些比较平凡的琐事可以交给我处理。影后提名部分，爱妻的葛伦克罗斯和争宠的奥利维亚科尔曼19赔3和1赔7的赔率相差不远。葛伦克罗斯是第7度提名女主角奖，对上新科金球影后奥利维亚科尔曼，实力派演员的竞争透过赌盘白热化。而这些入围电影在台湾也正在热映中，就看奥斯卡之后能不能再冲一波口碑票房。